我叫 K， 嚟自電波空間，係你部手機嘅聲色快送員。你一 send 聲色短信，我就負責運送。等我幫你氹返佢啦。有誰能比我知道你的溫柔像羽毛，秘密藏在我。當我哋吃了沒有病。只有你能聽得到，還有沒有人知道你的微笑像擁抱。團團轉，我的快樂語。去咗邊？全港手機用戶即刻 send 個星字短信去98880123，估下123聲色係情緣嘅故事啦！